检传师安鼎任以及各位先贤大德，大家早安。老师早安。今天那个柏林暂时没有办法所以呢都聚焦在后学家的课了真欢喜今天有这个机会，要来这里大家共同学习共产献礼首先感谢上天的慈悲，祖师的帮助，师尊师母老大年的台湾大地，以咱好啦，这年我大医生咱的地方的这年点传师一直各位前辈这来安排，才属有后学很不才啦，可是也会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大家共同的学习共同的成长。好，今天想起呢，因为后学这都算是那个中心指派任务嘛，有他嘛，有这个机会大家跟大家那个熟悉啦。有时候特别站上讲台，我想讲，哎呀，上次见面是何时拢会安尼去想啦你想想，刚刚应该是不久前啊，后学一开来，哇，感觉又很熟悉的场景，而且想想好像又是2、3年前嘞，好像每一个就是2、3年前，而且又是这么的熟悉。包括后学小孩嘛是嘛，2、3年佛堂造一遍，我讲这不是刚来过年吗？这时间你过真正真紧啊2、3年嘛是一瞬间，就像后学读经典嘛是啊，后学要复习经典，为什么上一次读这部经典竟然是10年前？我真会感慨啦，因为咱知嘛我们的智力可能有限，那么就像个古早那种大德者，是讲天赋异禀的，像个龙树菩萨，过目不忘，真厉害以咱即摆的资质可能无法度像古早人那么锐利啦，咱要越认真读一下经典的，咱拢读三教经典，咱想看卖咱三教经典，敢有真正认真读过一遍了？可能还大部分都无法度啦，因为有些人专精在儒家，或是道家，或是佛家，要三道拢家伊不能读一遍，无遐尼简单啦。如果咱能够读好几遍，咱容易啦，咱的知识非常好，咱一定要徛到这个知识，继续努力落去。咱努力毋是讲为着咱家己啦，咱甲咱的心得发扬出去。咱即期拢是同修共办。咱家己读有，就是要把心得分享出去。这就是咱这一期修班的上介基本的精神啦。好，第一个题目还未出来之前，有法度把内容一字一字讲出来。今日小学的主题是法无顿见，人有立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法，那先讲字面意思啦。法无顿将，人有立顿。这是去年大概下半年度中心，咱拢知道，咱即摆体育班中心的安排题目、安排工序，然后呢，中心抛出来这题目，因是有分成迄个一半，一半是说是对资深老道亲，一半是对那个新道亲啊。伊就咱依顺序摆落来，后学是较介意讲比较深入经典的啦，然后后学就按照也排序，前面4个刚好是一个资深老道亲，后面是属于那个新进道亲的题目，后学看了后就做一个决定，后学不挑题目的，1、2、3、4、5、6、7、8，让那个中心去安排，所以后学也不知道会分配到这个题目，会不会分配到这个题目开始想。这个题目是要安怎讲？因为这句话就很像是就是一句话，甲咱讲一个现象，法无顿将，人有立顿。这就是一个现象啊！法没有所谓的顿跟渐，就是没有所谓的顿法跟渐法。顿法就是讲一句话互咱开悟，渐法就是讲咱来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修。或甲咱讲法唯有一圣法，没有2圣、3圣。所以有时候嘛是跟咱交代呀，唯有最上圣法，没有所谓的2圣、
或者是下圣，意思就是讲全部的法门无有高下。哦，《金刚经》有讲嘛，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这是要讲强调一个概念嘛。啊，个人讲人有理顿，是安怎法会有顿证？人会去分别顿见，是因为人有理顿的关系。因为人会感觉人的资质无共，就亲像咱即马嘛是嘛。有的人哦，讲一遍就听有，有的人讲10几遍就听无。人的资质无共，啊，所以佛法是感觉，这个题目就是一句话，啊，这个一句话呢，这个题目佛法是平常来讲2点钟的吼，哦，今天是1点半钟啦，但是讲佛法都必须要安排至少2小时的内容嘛，哦，所以呢，佛法就开始开始构思这些心得，怎样子可以更深入，咱总袂当2点半钟淡仔解释题目嘛，哦，所以以下呢，佛法会针对这句话。会有啥物款的心得？哦，咱来研究看卖哦。当然啦，可能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出自于佛祖，出自于佛陀。啊，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属于咱所讲的比较深的哦，有深度的人所讲出来的话嘛。所以今日吼，佛法嘛不得已啦，嘛必须深的题目，佛法嘛必须要用深的物件来讲啦吼。哦，这是先甲大家预告一下，啊，但是会晓尽量会当看会当，互大家较轻松个啦吼。哦，经典的出处啦吼，这句话从倒位来？法无顿见，人有理顿。完整版的出处就是《六祖坛经》啦。啊，那各佛经也是有善多，但是伊个理无完全共款。六祖伫个无相颂讲着，法即无顿证。昧我有地即法即无顿见，迷悟有持己。就讲法，六祖嘛是讲交交代哦。其实六祖坛经有个真好的好处就是吼，伊毋管讲着啥，也是伊个故事，人甲人的交谈，甚至是第一篇伊个故事，伊个开喙，也是甲人开示，哦，甚至甲人说有点要争论，哦，要甲人争论那种气魄。对六祖讲出来每一句话，其实伊拢相对咱的心性、咱的核心去讲。咱认真去看，真正会有这种的感受哦。咱六祖坛经真正是吼，看了咱若用心去看，是会很感动的。每一句拢去讲咱的心性，哦，贵人心常生福田啊，心常生智慧。咱敢讲出这款的话，六祖直接讲出来的，搁伫还袂互受精进前。慧能心中常生智慧，哦，他有这么侪感想，哦，就很渴望去行这条的正路，哦，这种的心得真的很不简单。所以你每一篇其实拢非常的强调，不要去分别哦，分别是足严重的代志啦。所以今日去后较要抓紧的主题，其实嘛是一个不要分别。因为了做你第2篇法即无顿证，昧我有地即。到第4篇，佫甲咱讲吼，本来正教无有顿证，人性自有理顿。本来正教无有顿见，人性自有理顿。正教就是讲真正的教法，没有这所谓的顿见的啦，只能够因材施教，哦，讲互大家会当了解，但是讲出来内容完全拢契入咱的核心呢。因为人性自有理顿，不得已要根据人的性质去讲出适合他的法，但是伊本身的法拢是最上圣法。就亲像咱会感觉孔子讲的话，非常平易近人，但是现在平易近人的话，就不是最上圣法嘛。就亲像讲孔子的弟子有一个叫樊迟的嘛，樊迟资质很驽钝，啊，颜渊的资质就管，他们都有问人。问人嘛，哦，颜渊问人，樊迟问人。颜渊问人这段就是孔子心中的最高答案啦，上界最接近人的答案啦。所以咱若要了解孔子心中思想这个点是啥物意思，就是看颜渊迄段啦吼。啊，但是伊甲樊迟资质较差。樊迟问人，子曰什么？爱人，就安尼尔啊，去讲爱。对呀、
有慈悲心，爱人家。这句话不是最上圣法吗？平易近人，但是要做，咱互做较到，一样是最上圣法。所以不管咱的资质安怎，咱一定要了解面对所有的心法，咱一定要，可能大家听有，会感觉讲这真简单，但是简单的物件会让我们受用无穷。重点是咱要放伫咱的心中，用上界最上圣的心法去解解读啦。因为有的人解读经典会改成用自私的角度，会改成变成要利己，讲这对我好诶，就是好的心法。这个角度就唔对啦。你若用这个角度啥物款的上圣法，拢变成连法都不是了。所以咱一定要有这种的出发点。原文出的第三句的所在。就伫顿食品，就做单经独立出来一品是顿食顿见，这两头第八品啦。顿食品安怎甲人讲法之一种见有离执，法无顿食名有离顿，完全一模一样的字句比较出配。讲法即一种，法就是一种而已。有做单经第三遍甲咱交代，法就是一种。见有慈己，咱的见解可能有较慢，有较紧，伊要甲人讲好坏，甲人讲快或慢。你可能真紧的练你可能较慢，但是慢慢行，一样可以看到。法无顿食，人有离顿啦。要做一直甲咱交代，这嘛是要互咱有信心啦。咱资质较差，人有离顿，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咱的见解只有快跟慢，只要咱愿意，咱慢慢行。嘛是同款可以见到最上圣法，其实呢，咱时时拢有最上圣法的表现的。心中有慈悲，这就是一种布施啊，最上圣法的布施啊。咱对别人没有分别心，这就是对伊的一种的慈悲啊。所以其实咱常常会实践这种最上圣法。其实咱可能无清楚，今仔是要互咱一个肯定啦，咱拢有。最上圣法的资质，咱唔通看轻咱家己，就算是我们有利有钝，这种因缘，咱要来去转化。所以今仔后学就是针对这两大主题。法无顿见，咱人去想，咱变咱互家己信心。学道最重要就是信心，咱肯定一句话，肯定这个方向。人有利钝，咱一定有利钝啊，要安怎？嘛是共款，从中要咱去，互咱从这个钝到这个利，去感受，不断去体会。其实这句话重点就是法文，人有利钝的是要进入到这个顿法啦。所以讲，伊毋是一个两句平等的话，是一个赞处。照着人有利钝，咱想甲咱很对立，对立毋是讲很锋利啦，是感觉很敏锐。咱的感官非常的好，然后进入到可以契入顿法，从渐修之中契入到顿法。这就是咱这句话的核心的概念就是安尼。马上来了后学下一个阶段是该睡这个题名了后学在上面讲课都很重视这些逻辑的。咱的题目若无清楚，还是阮那要讲的一个赞处无清楚，比如拢会感觉安尼较歹理解。最后先针对这个名称来做一个解说啦什么叫做法无顿见？咱一步一步来无要紧。刚刚后学是铺一个大纲，咱即摆来详细咱来研究。要学的这两句话尔啦。希望这两句话咱会当有大家较深的印象啦法无顿见，名词解释的是法没有顿法跟见法的高下之别。印证的是《金刚经》所讲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意思就是安尼。有的人讲到，这是不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嘛对啦，但是咱今仔日以更较深的角度来讲，因材施教只是一个做法。咱今仔日深入咱的心性，咱了解伊的心法。咱莫是单纯讲今仔日要讲因材施教而已。咱要讲更较深入的伊的核心是啥？《法华经》所讲的唯有一性法，无二也无三；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咱先因为《法华经》是成佛的经典啦，所谓的成佛的法华，《法华经》真高。后学是将《法华经》全部
看过一遍尔啦，不是讲认真来研究啦，大概看过一遍，就花了好几个月，伊真高，内容嘛真抽象啦，但是伊其实拢强调一个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所以在《法华经》，佛陀跟很多弟子受记，开始表示我感觉只有大弟子可以受记哦，因为他第一个受记的是舍利弗。我想，只有大弟子可以受记，阿伯佫看过了哦，又跟所有的弟子受记啊，原来成为佛的弟子就可以受记，佫继续看落去，与会到最后，遐听众不拢家己受记，所以伊是要强调，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成佛。因为《法华经》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啥？愿意留落来的，就留落来；不愿意，也是感觉你认为支持不够，你认为无法接受，就退。所以与会5000阿罗汉就退席。如果你连阿罗汉嘛感觉无迄个信心啊，退。所以因我都接受《法华经》佛陀的教诲。当然退了就无机会甲受记啊。所以成佛的法华，规部经就甲咱强调，唯有一乘法。其他都是方便说，方便说也是根据一乘法来方便说，所以这句话的第三句是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最后一句是诸佛方便说。最上乘法没有非最上乘法的，除了方便说，但这个方便说佫是爱佛，不是讲只有一个人可以方便说啦。咱若事后这个经历，也是讲咱的感想。非常对咱的自信生发出来，就是你讲我即摆这个慈悲心，我这个牺牲奉献的这个心德，当下咱就是佛啦。咱就当讲出咱的心德，讲出咱的这个心中的感想的法门。师尊嘛讲过啊，真理方便说主题关心心，真理方便说。咱的主题若甲心性有关的，咱拢会当真都是方便甲讲，方便讲出来。所以，我虽然只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诸佛方便说。咱只要起咱的自信，咱就是佛，咱就要方便说出这个法门。所以呢，有较在起会班一定会提一寡经典，互大家学习。今仔日因为今仔日经典法无顿见，有做单经一定有讲出来啊。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经典是提师尊的一寡话师尊伫迄个大概要20年啊，应该是刚好20年。那20年前迄当时的生物班有留下非常好的一寡资料啦。迄个资料就是咱票到这20年一直用，都还没有过完。特别来翻，特别来看，拢会感觉永远都可用的迄当时的压轴好戏，咱即摆来伫新闻刷过看《万行天地》这本册就是收录20年前那一段日子，咱伫新闻刷开班收录的先佛的顺序。伊压轴是啥物？咱可能袂清楚啦，因为过20年啊，压轴就是用多万变法。原法20几年前看了，这真的是感动啦，太感动了。因为候选有心力嘛，候选嘛是要创造一个家己的作品。何谓持戒？咱得想嘛，持戒就是愿意那个守住戒律，讲出来的话就没有那么的文言，那么的简洁扼要。经典拢讲智慧很重要，何谓智慧？咱得想什么是智慧？有嘛？定来想这个问题啊？何谓智慧？智慧无价。智慧佫讲袂出来，智慧就无可替代。何谓智慧？就歹讲的嘛。但是它确实又存在。咱得感觉这人就有智慧的，这人无智慧，咱拢感觉袂出来。所以后学今仔伊嘛是会用几句用多万言讲到的智慧啦。因为今仔日的主题，咱要切入法无顿见，就是要有智慧嘛。那么智慧，那如何了解法无顿见？人有理顿，要从人有理顿中跳出来修这个顿法，无智慧嘛做袂到。所以今仔日
会讲好几啊句，拢总是15啊20句啦。啊，今仔或许大概扣几点5、6句，哦，大家再来分享何谓智慧啦。哦，智慧是正道端倪，万事归依的决策。正道端倪。啊，或许个，甲咱今仔个地方嘛，甲伊放伫遮啦。一样，智慧是民法顿见，万殊归一的决策。见法就是万嘛，万殊嘛，归一就是归到顿法。所以咱来明白顿法、见法的核心，咱就开启咱的智慧啊。咱来知影讲，即个讲出来的法，嘛是要指示咱的好，咱的内心。啊，咱的内心就是要佛甲咱交代佛之见。有当时咱离佛堂修足久啊，听课听足久啊，咱就有一个困扰，困扰就是到底哪一句话才是正确的？其实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有人可以讲了，每一句话都正确，是要安怎修？顿法非常的重要。到底倒一句一定要放在上个头前。我简单讲两个方向啦，第一个是佛说的三佛印啦，无我嘛，那个涅槃寂静，就是讲，因为即句较深，叫我今日无要解说即句。啊，另外一个是啥物？嘛是伊着做所讲，但无生来为着一件大代志，伊大事因缘，但无回来是伊大事因缘。禅宗点来讲，伊大事因缘是啥？答案一大堆，咱着用做讲的嘛。一大事因缘，佛之知见也，就是要互咱知影的佛之见是啥物。即个问，即个答案，咱开一半问，咱搁要继续问啊？什么是佛之见？咱敢知影佛经有偌济？应该还这个咱算袂了啦吼。龙藏经惊死人，龙藏经大般若经600部，龙藏经还比这个更加济。甚至即马还有继续在翻译耶，因为还有很多高深的著作了，佮继续干嘛翻译？佛之见遮尔济要安怎？总是爱了一句嘛，所以或许真感恩六祖啦，甲咱讲啊，佛之间得无分别心也。甲咱讲一句尔，六祖甲咱讲的一大事因呢，就是佛之知见，佛之知见就是得无分别心，所以爱无分别心，抓到这个很重要的方向，那差不多全部的经典就是安尼。啊，今仔咱讲到的法无顿见嘛，是要互咱得无分别心。所以咱有会尽量抓紧这个核心，来甲大家共同的研究吼。啊，什么是人有立顿？出来了人有立顿的是，白话解释，人的资质有很锐利的，有很敏捷的，也有很努钝的。敏捷跟努钝的是无共嘛，所以人有立顿，资质是无共的。表面是安尼，啊，佮再往上一层呢，人有立顿，代表讲有立顿，伊毋是讲你只有立，你只有顿，我们都有立顿，就是讲咱一定有咱家己很立的一面，咱嘛有咱家己很钝的一面，就是讲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或者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强项。甚至呢，有人讲我的五官拢无啊，我眼耳鼻舌身都很努钝，拢足差。有人确实是安尼啊，读册歹，那个修养嘛差，运动嘛差，无一项好的，嘛是真正有这款的人啊。但是咱有一项什么很利的，咱的灵性啊，咱灵性大家是平等的。唯有人有这个灵性，所以就算是咱的感官、五官拢都差，咱我们还有灵性陪伴我们啊。咱有这个灵性，就绝对不能妄自菲薄。而且灵性是上界公平的
你管理互你的人性公平，你就是公平；你若要管理互伊公平，你搁感觉好，嘛是暗淡无光啊。咱看会出来，有的人真有才情，但是就是无人搁刚好造福，互人会感觉讲跟他在一起就很痛苦，就是没有办法造福人群啊。伊的才情搁好，敢有即个价值，即嘛是人性上界公平，才是上界有价值的代志。所以呢，即句话的重点人有利钝的重点就是第二条，人是可以造就一切事情的。咱的支持，因为咱的人性是共款的。三界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上重要的是一切唯心造。虽然讲人的资质有利钝，但是一切那所创造一切，咱唯心来所创造所以说一切唯心造。人有利钝，还有灵性，可以造就出一切。咱的利钝会当互咱这个世界创造咱无法想象的这个世界。嘛会当帮助非常的人，帮助众生，帮助万物，一切唯心造。咱毋通看到咱利钝就是要强调要对家己好的部分，咱强调咱从咱人性出发，咱会当做出怎较符合人的价值的代志。咱是万物之灵呢，万物之灵是公共的利益啊！公共咱做出来敢是万物之灵？当发现咱毋是啦无应该啦，海苔啦，人有利钝是可以万物之灵的充分发挥的。所以这个有咱要了解重点的是一切唯心造，咱可以创造更加美好的，咱这人价值的代志。好，后续即马开始要进入法无顿见啦刚刚题目先来讲了，而且多少拢有讲到后壁的代志啦。咱有咱就渐渐来复习，为何法无顿见？是则法无顿见。咱要了解这句话，咱要肯定伊，咱要有信心，爱了解吧。为什么法无顿见？有话还袂修出后续的心得，咱就得来去想啊。有做安尼讲，或安尼讲，为什么啊？咱来想为什么啊？为什么法无顿见？因为众生本来成佛啊。法无顿见代表全部的法都是最上圣法。为什么最上圣法还没有高下之别？因为都是跟佛所说嘛，咱众生是佛，佛是要甲众生讲，等于讲众生佛甲本来就是佛的众生讲这个道理，当然这个道理拢是要互咱成佛的。既然都是要成佛，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后续要讲出这个逻辑，毋是讲咱在玩文字游戏是安怎？因为咱咧读佛经，咱有即款的想法咧，是安怎？咱有感觉。哪有这种代志？哪有什么众生本来成佛？那么众生本来成佛前吗？好像就一尊佛而已。咱有这种疑惑所在，但是疑惑所在，佛个给咱肯定，佛又不打诳语，所以你这矛盾之中，咱得去有一个信心呢，信心原来逻辑是安尼，咱就算无法度完全透彻理解，咱上个爱有信心呐。信心讲，为什么法无顿见？因为众生本来成佛，对这句话有信心。后续每句话都是有经典依据的。这句话在多少有经拢有啦，圆觉经就讲啊都详细有啊，那我标出那个出处在那一边题还有啥物？何其如性本自具足啊！有做别人讲的，自信本自具足，每个人都有。有的人来讲，我来世间足可怜的，这拢是咱的因缘啦。咱有啥物因缘果报？咱来爱受这个因缘果报，这叫做外嘛。但是咱的本质是啥物？咱做人就是有人的私性。你外缘搁安怎辛苦，搁安怎凄惨，这是外的。但是咱的本质就是人啦。本质就是人，就是本自性、本自具足。我看咱辛苦，无要紧，这是咱该受的一个因果的果报。咱是人，就是自性本自具足，就是可以成佛。我应该消了归去就归去啊，最后咱的灵性恢复本性之自然，咱的道之宗旨。
所以有当时咱毋通互外面去影响到咱的心情。啊，我足辛苦啊，这个道无计到这个经典拢共骗的，毋通两码子事情混做伙啦，毋通法无顿进，愈到最后，哪有什么顿法？甚至连剑法都否认，一切是顿法而已，直接互咱开悟啊！咱人愿意开悟，全部法拢是顿法啊！啊，咱要有信心，自信本质具足。啊，这两句，咱拢知啦吼。咱对释迦牟尼佛较熟个，啊，但是释迦牟尼佛非常赞叹啥？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佛中的至尊呐。因为净土中非常赞叹的无量寿经，就是讲阿弥陀佛的故事。阿弥陀佛，伊是咱讲西方极乐净土嘛，啊，想要有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发大愿，只要愿意一心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西方极乐净土。啊，伊大愿的本心，它有48大愿。啊，伊大愿的上盖核心就是啥？大誓愿的那归于悲愿一圣，就是讲令一切众生都令成佛，这是伊第一条大愿，让一切众生都令成佛。如不成佛，不取正觉。我做佛时，希望怎样怎样怎样，他讲了很多次。我做佛时，众生怎样怎样，然后没有怎样，不成正觉。啊，全部伊核心嘛是啥？全部咱入门要有迄个咱新村咱才去过。咱有大愿，啊，这个大愿不是讲咱要做什么代志，所有都是要归到众生都令成佛。全部或者大愿的是众生都令成佛，如此而已。所以为什么法无顿渐？所有的核心思想都是共款的，算是悲愿嘛是共款的嘛。啊，如来还有讲到一句话，咱真实：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以妄想立足，不能见力。啊，这华严经讲，安尼甲阮讲，众生拢有遮尔好的条件，是咱无愿意去相信，无愿意去接受这个答案。妄想之作，就是咱拢靠咱家己的想法骗去啊。不甲咱讲，众生本质具足，自性本质具足，众生有如来德相。咱就去想，没有这回事。我感觉安怎？妄想家己的想法，又执着家己的想法，妄想执着，安尼哪有可能能够相信这个正知见？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以上拢是佛所说的，不是后学的想法啊。后学先引佛所讲的，互咱有信心。所以今仔日其实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有信心啊。对这些顿法，咱要有信心。没有顿渐，就是唯有一圣法，都是要说共嘛，就相信这个最大圣的经典啊。咱来想啊，最大圣是怎样？后学拢会有一点想的啦。一圣法的现在合乎咱的本心呐。当咱去做，一路过来讲你所谓的良知良恶，那你感觉良心不安呢？因为有人会渐渐失去判断，有人来摕到佛的名义。咱拢嘛知嘛，宗教就乱了，不是讲佛法很乱哦，佛法是唯有佛法哦，佛教很乱哦，或许不是要偏引什么，就是讲教是千变万化，但是法唯有唯一啦。咱今日不是要看这个教安怎，因为教讲起来看，几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教啦，所以咱无要去对教做任何的迄个评论，因为教伤济啊，佛法只有唯一啦。佛法就是最上圣法，但是譬如讲，咱今日要学习佛法，结果你感觉讲，好像跟咱的本心都袂合呢。是人我会感觉良心不安，我会感觉很惊慌。咱求道即马无安尼讲啦，愿受天大魔女雄心，现在没有这么讲，但是咱忏悔班，但是伊个全靠拢来讲，嘛是共款来保留。而且这句真好呢，这句毋是讲咱来互对伊讲落来。天大五雷轰，是讲咱的内心哪像互对伊讲着共款。咱即摆去做歹代志，咱敢做会落？
讲实在啦，咱即马总公车有迄个有报时的香油钱，无人看着咱来摕。咱连内心咱需要雷讲着嘛，咱做袂落去啊。天打五雷轰，甚至讲这咱内心的雷，就是咱的本性，咱的本心，咱的本心不安，就是安尼等是一线法啦。所以咱学习就是安尼，咱拄着本心不安啦，咱开始哪里出错了？这讲对，因为有真侪个路，咱讲法爱制度啦，袂是孙悟是自度。要悟爱靠自度啦，自己度自己。所以咱会感觉讲，咱可能愿意接受法无顿见，但是咱拄着要考验的时阵，有没有合乎本心呐？理出合乎本心呐？富足不空虚。那是不是讲会抗议？咱得到很多，可是为什么还觉得很空虚？咱的内心不富足啦。咱绝对唔通以外在物件来评断咱的好对或错。完全看咱的内心敢有空虚无，这是唯一的一种咱的内在互咱的一种的检验的标准。咱若空虚，这个绝对唔对的啦。你若学习正法，无迄个空虚的啦。外口较辛苦，你嘛袂空虚啦，永远乐在其中啦。讲法是啥物？精细的作用。剑法有伊重要的所在，一步一步教咱爱安怎做。孔子，君子有九思，对不对？一直甲咱讲君主哪9个方向？无恶无美，无行好无行歹，拢咧甲咱讲，这是一种讲法啦。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悌，泛爱众而亲仁。就是一步一步功夫，互咱去知。所以这是肾精细的作用。咱今日依然毋是讲。肯定顿法就要迄个后面讲法，毋是哦，是讲法、顿法都是一线法。没有在凭什么道理？咱今日毋绝对唔通搞错方向。圣灵所讲的每一句话，全部都是一圣法。所以呢，人神分别诸法相，就是讲法啦。这是为王必经讲的嘛，有做改提出来有。人善分别诸法相，然后呢，伊第一义不懂，就是顿法啦。所以《王必经》的一句话，人善分别诸法相，咱去修去做出来，应用在各个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疑惑，就是善分别诸法相。伊第一义不懂，咱的自性没有动摇，所以咱的内心没有不安的成分。庄波法就是爱做甲理处，咱的内心无迄个任何的不安的啦。要互人方便，要互人去吸收，就是咱的讲法。有做甲咱讲，用拈化他人，自私有方便。咱要互别人感化，咱要去教化别人，咱爱有方便法门。这个方便法门，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这嘛是迄个无相颂内底。咱要互人方便法门，毋是讲漫无边际的，啥物拢会答。勿令彼有疑，你莫互人有产生怀疑的心，就是咱来做出来就是正知见，袂当讲咱要互人方便，结果咱去杀盗淫妄酒。那刚讲，你这是方便法门嘛？虽然讲杀盗淫妄酒他很接受，他就会有疑问了嘛？你讲是修行啊？你的方便法门是杀盗淫妄酒，人嘛感觉怪怪啊？安尼就是偏题嘛？这就是没有符合核心的这种讲法了嘛，所以无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所以全部的讲法嘛是要符合咱的自性生发出来，这种的自性的德行，才是伊第一义不动啦。诸法顿法归因，咱讲的所谓的三否应，是讲咱的应景。咱去对人学习读经典，也是讲咱的心得，也是讲咱的应景，袂当应景一句话。有道理无？一句话有符合无？譬如讲咱讲的平等，什么代志才是平等？有人来讲人顾好就是平等，
听起来一半一半嘛，好像有道理，好像又觉得怪怪的。哦，这是咱这种检验嘛，所以叫我就先举简单的例吼，就亲像伫经典拢会安尼甲咱讲，无有地甲恶鬼金兽、鸢飞乱动之类，皆令三诺多罗三藐提成而成菩提。就是讲，混动的视线，我讲的一切拢是平等的哦。你们不要断章取义，还是说你们没有了解的青菜公公？混若要讲到度化众生，绝对毋是讲私利成佛，私利成佛，一定拢会讲这拢成佛。金刚经嘛安尼讲嘛，卵生、湿生、胎生，哦，这拢是爱度化的。这平等是安尼啊。伫咱人间中，一切都是平等，一切拢是爱咱拢是爱付出的对象。若讲到神道的，我神道就真麻烦啦嘛，大家标准遮尔济。所以神道咱嘛是以顿法来讲嘛是有标准的啊。顺第一义理为神，背第一义理为恶。什么叫做歹代志？以佛的标准来讲，就是你无了解实相，就是歹代志啊。那我们有了解实相，无了解如来，无了解何谓涅槃妙心，这是有教的真侪名词，咱可能吼较生疏无要紧，伊拢是讲即个实相。伊佛的标准是，你无正知见，就是恶呢。因为咱若无正知见，确实有可能讲出来是咱家己要做的，是拢真正愈行愈偏，这个毋是善啊。所以佛定来讲着善男子、善女人，咱若想讲我心无做歹，咱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咱要做善男子、善女人，就是爱顺义义哦。咱要了解真实相哦，了解这个实相，咱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哦。毋是讲我今日做一寡好代志，就是所谓的善男子啊。哦，所以顿法的标准，真明确啊，是正悬无毋对啊。重点就是方向正确嘛。咱方向正确，咱就袂有家己无偏移的标准啦。哦，咱要管这个标准有偌悬，方向上介重要。哦，善恶平等标准是这么的严格，无迄个侥幸的啦。好，咱搁继续来看吼。哦，见法为权，讲法就是宽法嘛，不得已用这个法来讲，不得已合众生的这个环境，见法为权。就亲像明珠要甲梁惠王讲遐个开示的话，咱听人讲，这不是在君王在做的代志吗？伊拢讲君王的代志，明珠不得已啊，伊是君王，就要甲伊讲君王的话啊，爱互君王愿意相信的话啊。但是咱若愿意甲伊讲的道理转化过来，其实拢是共款的，咱嘛是一个君王，因为咱绝对会有咱所爱管理的部分。嘛是共款的心肯定两个嘛是共款，见法嘛是称为顿法，哦，见法为权，无有高下。但是呢，一定爱有觉悟甲磨练呐。咱无可能真理无可能遮简单讲，我知这道理我就做到。要觉悟，你甲觉悟讲哦，所有的法拢是为咱的出行，要互咱的自信恢复本性的。全部法拢是要讲这，咱有这个觉悟、敏锐、察觉，而且可以磨练呐。咱讲法的靠讲的落来，免那弃污顿法的。领主讲了，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称己。领主讲，咱有真好的德性智慧，拢存乎上界恶劣的环境啦。其操心而为，思虑也困啊，最后他才能够打。互人足辛苦，操心啦、思虑啦，拢足辛苦的啦，最后才有可能达到所谓的哦，伊咱即摆讲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去磨练啊。所以咱今日不管拄有啥物的困苦，拢嘛是讲我歹命啦，算了，拢是祖德歹，一切拢怪祖德，拢是祖先歹，也是即怪讲拢道场歹，无教好。哦，就免当是安尼啊啦吼。磨练就是你家己愿意磨出来，毋是去管别人，毋是
是怪环境，因为没有任何的帮助啦。所以呢，信，所以讲愿意相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爱坤定顿法为正知见。这是有爱心经的哦。先坤定，咱拢讲有所谓的八正道，第一就是正知见，所以正知见非常的重要。那从古至今，咱可能会有上一代甚至几千年的文化影响，那已经会有影响。但是咱讲这代幕后一早，幕后一早就是全部可能无好的代志，也是讲影响上深的，最后一早全部化掉。要化掉，咱要有这个非常深的一个信念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顿法为正知见。当然，我今天我都把从正知见讲出来，这是个方向。正知正见，以这个顿法为依据。要先相信正知见，有相信无？你良心安不安？先安尼去点点，愿意信无上正等正觉。有当时啊，咱拢会讲，咱明明上帝对我感觉这是咱的观念爱小调整啦有的人拢会讲五教圣灵是明明上帝之下。有当时咱咧献光，咱直接有种感觉，咱先拜明明上帝，然后普教圣人，未来会切来讲，哎呀，老母娘带领着五教圣人，而且有当时咱咧献文会安尼出来啊。我搞圣灵出来，什么西方式教做出来，有人就来想原来佛陀在老母娘之下。咱有时候看老母大典的，有这种的想法啦。原来释迦牟尼佛比老母娘还要低啊！大家一句话就有人欺负袂是吗？那我们现在去看圣文啊，是让咱较懂得去转化。圣训这么爱神圣，这么爱庄严，伊绝对是要甲咱强调一个世高世低啦。咱讲定来讲明明上帝就是咱的自性，自性生活，五教圣灵是要恢复咱的自性的光明。哪有迄个何谓的高低啦？所以咱来甲把咧教讲呢，恁的释迦牟尼佛呢，伫阮的老母娘的骹啦，人听了就欢喜啊啦。因这样讲出一句话，咱很难反驳。佛陀多说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呀。迄个境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既然是无上正等正觉，怎么还会在别人的下面？这个观念是对的哦。所以咱绝对唔通讲明明上帝老母娘较大啊，比佛陀较大啊。这个观念咱绝对要打破，咱一定起我们的心啊！无上正等正觉，哪有所谓的无上啊呢？咱就是要恢复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老母娘，就是明明上帝，就是咱的自性。咱有这款的观念，唔是讲我搞圣灵世高世低，咱起这个心就是无应该啊啦。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明明上帝，就是老母娘。所以一定要有这款的平等的观念，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愿意信无上正等正，咱今咱这边的幕后一早就是离处啦。之前真混乱，其实就是幕后一早。幕后一早，是个名词伊的，咱去甲领悟啊，是咱要讲幕后一早。因为咱得道的当下，咱传道当下，咱若有迄个印象啦吼。咱去求道的当下，那一瞬间，咱脑袋是一片空白的。咱当下是无任何的思想、任何分别心的啦。咱求道一世的苏醒的。有当时咱听无求道一世讲啥，当下互咱完全失去咱的思考能力，互咱唔知影咱当下在想啥。这些瞬间，就在一个瞬间，其实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心境啦。这个是幕后一早啦。
就是要用这个心境来互咱了解，要互咱气度所全部的正道，就是这个魔法一造，就是这当下这个无任何心思的一个境界。手这个三宝生活就是要甲咱讲遮的。有有疑，不要去怀疑，莫怀疑经典所讲，才记起来尔。因为我爱记起这一句是大家上解熟的啦。心经上所讲，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光说这样子无，这样子不，我们相信了吗？这才是重点。心经说的这么的好，全几乎全台湾无背嘛，捌听过啦。心经是啥讲的？心经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咱就甲大家科普一下哦。心经是佛在入定的时阵，舍利佛向观世音菩萨请教，问这问题，然后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一段话，然后最后佛入定结束之后，嘛是来讲善哉善哉，非常肯定这段话哦。但是我们相信了吗？咱敢相信上简单的第一句不生不灭，我们相信。所以咱唔通讲用咱的语言讲何谓生何谓灭，人拢会感觉肉体无就是变。这不生不灭，咱的境界爱记我足悬的，是爱物有疑啊。讲出这样子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全部都会讲咱的灵性。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愿意信奉受持的吗？要信奉受持才会皆大欢喜嘛。我们还是会怀疑，还是会不相信啊。所以咱学习就是要学这嘛，学咱一个袂怀疑的心，一直往这个正道行过就对啊。所以祖先现就长养一切诸善根，信为道源功德母，后一个是长养一切诸善根嘛。你管你去信，管你袂怀疑，那一切的善因就生出来了。我甲经讲，咱好好修行会很轻松快乐，有三大清安，就是讲咱能够轻呢，没有什么负担，但心里是很愉快，咱行路好像健步如飞。咱有种清安的感想，就是讲一直学习，干嘛拢好像都沉重诶。咱内心有种清安的感受，长养一切诸善根。咱若善根拢好好甲伊培养落去，拢生出来呀，我们就会有大悲清安、极灭清安、极尽清安啊。这种清安，这种何其法喜的感受，这边凭空出现的，有它的什么玩意？弃物顿法嘛，弃物顿法爱信啊，不要有疑惑啊。经典拢甲咱讲的是，咱还有真侪问题啊，就要愿意踏出这一步啦。好，顿发修持时间关了，或许加快点脚步咱要怎去修？三宝的修持就是真好的啦。照着玄关、考关、合动。玄关就是咱一切都有。拢入玄关就好，玄关入玄关出，就是要打破咱的执着。情绪来先好好念经呢，照着真经行互咱的梦心，要做出来呢，众生一切平等，合同去做，无迄个分别对，这是合同。这三宝修持真好了，对，咱的内心咱做出来拢合无这个三宝，这个是顿法的修持。因为人人都做得到，三宝是大家都当去做的，无迄个讲什么人袂当修三宝的，所以这是顿法啊。三宝修持就是顿法，后来要去两个一心两分，脑心两分，这两个嘛是啊，大家都当两分嘛，但重点一心啊，一心就是自心一处。来，佫无清楚就是咱修玄关、修真经的时阵，咱的心是修倒来。所以三宝行嘛是互咱会当自心一处。老实呢，老实就是没有打妄念啊。我今仔去念佛是为着我考试顺利，为着我家庭美满，为着甚至我要制裁这恶人，互伊报应囡仔。这就是无老实啊。
有人拢会讲严哥拢是假，因为伊要看现世报。哦，这拢甲福德所讲的道理有遮尔这种角度去甲诠释，这是无老实啊。老实念佛的讲简单啊，我就是学佛而已，我就是没有妄念，我就老实学佛。我的心性恢复光明，那有管我大财安怎？我念佛，但是我的收入差，这有什么关系？这两码子事情嘛。咱不是把外口的代志放在咱的内心，老实一点，无妄想分别。因为咱若没有顿法这个修持哦，所有的诸法皆尘埃啊。经有讲嘛吼，法上因舍而况非法，法拢是爱舍掉的。因为法即是互咱帮助咱，但是咱若无即个顿法做咱的核心，全部法拢变成是尘埃啦。就人去一比较，你的法较悬，我的法较低，那么去比较了，就开始争辩，争辩了就起即个分别心，起即个心了就憎恨心的来啊，就生气啊，生气了就安怎就愚痴了啦。为着要贪家己心内的想法。去甲人生气、贪嗔痴嘛，战术就是安尼，到最后拢无期去的。所以咱没有抓住这个修持，全部法门拢变成是尘埃哦，变成是咱一种障碍哦。所以唔通小看这个核心无了掉的严重性哦。由我接下来要进入这个灵佑理论啦吼，由我即摆所以加讲一句啦吼，智慧是用心积极、聪明、生活的快乐。智慧顿法就是一种智慧啦，用心自己，我们要用心自己啊。咱的聪明袂遮尔简单出来啊，聪明要升华，聪明更是智慧啊。咱聪明，咱真聪明，真好，咱的因缘真好，咱来升华为智慧，这是真正的快乐啊。聪明升华为智慧，才是真正的快乐哦。以下顿法的部分，咱们核心讲了，咱即摆讲甲咱较贴近。灵佑理论，较贴近的，贴近讲，咱有拄到遮尔侪问题，要咱去转化，会当转出来最可贵嘛。在孽贵不知，在黑暗的地方、污浊的地方，上可贵就是你无为污染，爱内涵光，免咱无污染，慢慢咱修咱的心情，这个光明互发挥出来。这种古大德来咱讲的啦吼。在孽贵不知，暗内涵光，所以共款，咱有立顿，资质无共，嘛是共款含用出来。来看吼，灵佑理顿，有立顿，所以有立就有立也有顿啊，有立就有顿啊，咱通为完美的啦。所以咱所以爱了解讲哦，这句其实嘛是甲咱讲因果啦。想要人有立顿，咱莫去抱怨，因果就是一处。咱累积个安怎众多因缘合而成，导致的结果，就亲像今日点谈书甲后学介绍，为什么会认识后学？那后学有好的父亲吗？后学没有努力啊，结果后学父亲做这样子，结果后学沾光了嘛？你得跟他不公平啊！凭什么我可以沾光？这个就是因果嘛。那我可能沾别人的光，那么也可以把光给别人。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去抱怨啊，把人跟他弄，去抱怨到底有没有得到。所以，卖抱怨讲我的自持努顿，卖抱怨讲我想他天生少了什么，没关系，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是累世的。所以不要不相信累世的物件。经典拢常有时候会隐约跟咱讲有因果有轮回。文昌帝君殷志文开头的那讲，帝君曰，这文昌帝君曰嘛，吾17世为士大夫生。伊讲伊17世呢，做17世的官呢，对吧？很自然的讲着，吾17世为士大夫生。如果没有因果轮回，他原来甲我讲，我17世做官。有因果轮回是要安尼去接受咱即摆的果，愿意播种予来世，这是智慧啦。咱种菜拢知影讲一年一斤，为着明年的耕种，我留一块地肥料予伊，
那每年的经济拢老咧，咱拢会当了解这个道理。啊，是咱无要为咱的来世播种福田，这就是因果。咱从地顿中去了解这个因果，了解因果，互咱眼界很宽阔，愿意去播福田，愿意去种善因。你唔是去抱怨咱即摆因果好还是歹，甚至头前讲的嘛，渴望见到别人的现世报，哦，这种是错用心呐、哦，有顿嘛，有利啦，哦。欲紧顿伫正之间，咱阁有灵性即个力啦。咱只要做人本性自具足，上天就互咱一个上介好的灵性啊！咱一定要有这种的认知啊！咱一定有上好的灵性。万物之灵，唯有动人有这个灵觉，深觉痛，深觉感觉灵觉，唯有人有灵觉啊！咱跟咱顿我跟咱有灵感啊，不要舍弃咱的灵觉啊！哦，所以这是选择啦，后天升华到先天的关键。咱的后天，咱的因果，咱的果报遮尔无好，但是咱愿意选择正知见，用咱上介利的灵根，选择愿意走向正知见，唔是对咱的钝根干嘛自怨自哀。哦，这是一种选择，这是咱智慧的展现。咱无时无刻拢在做这个代志。哦，绝对唔通因为人有利钝哦，放弃了我们自己。哦，好，利哦是磨出来，那唔通讲啊，我就是钝啊，我袂来啦，共款啦，磨出来啦。每个人都一样，讲起来，咱的先天哦，伫性灵的眼中看，其实很小的差异而已啦。就算是根基很利的人，离仙佛菩萨圣人还有一大截啦。所以当咱若想讲啊，我一定输人遮尔济啊，其实遮尔济，甲生活讲起来，佮差足济啦。哦，共款甲行落去就对啊。哦，这条路足远呢，但是足有意思的，磨出来，才记一个地人要磨出来。哦，是就像丈夫，咱讲大丈夫嘛，还是讲佛是调御丈夫嘛？哦。啊，什么叫做丈夫？孟子说过了，大丈夫威武不能缺，那三项。这佛经安怎甲人讲哦？这是一个高僧注解的哦。若具四法，名为丈夫。啊，有这四种法，就是讲四种作为，四种德性。尽善知识。咱先看咱亲，拢介意亲近相。哦，你若讲拢介意，互咱快乐的，这酒肉朋友。而且等是善知识，不是讲酒肉朋友都是坏人，是他们是不是善知识？当然，很多酒肉朋友是善知识，没错啊。哦，但是咱嘛是要去分辨嘛，他是不是善知识？是否咱的良心感觉坦荡啊？能听法，哦，有的人哦，足聪明的，一句话就听袂落去，甲伊讲一句，就马想哦，马想要讲伊的见解，哦我都听别人的见解呢，讲一句就因三四句，伊的见解就结论就出来啊。咱根本我都安插任何的结论而已。所以要听话无简单呢，要听话咱的心放诚低，打这一点咱就非常得行啊。咱屈得低，会当有家己卖广告，会当愿意吸收别人的想法。大丈夫哦，思维力，听法了解去想。思维，因为咱人哦，都神圣的是咱这个思考非常重要，咱这个灵性会当互咱去思考啦，互咱善分别啦，人会当善分别诸法相嘛，这善思维哦，所以咱平常时啊吼，会去想这道理足好的代志哦，咱就是大丈夫哦，善思维，最后要来如说修行，你所讲出来，你所想出来，你要去做，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以大丈夫唔是讲啊，我你都有气魄，你怎啊人甲你肯定一句话，无磨出来的，人具四法，名为丈夫。哦，这互咱一个常客的方向将非常值得咱去行一条路。格局，利钝对倒来看，
咱看人有地顿，但是我唔知影何谓立，何谓顿呢？哦，这是有他这几个月来的心得，一直在突破性嘛，哦，大概是我收获了哦。这咱来看卖下，怎么来突破咱的立顿点？哦，看咱徛伫什么款的角度，什么款的咱有什么款的格局啊？咱来徛伫讲哦，是否高兴？我是讲以咱人的作为啊，有人讲，有人拢会讲我逐工要过快乐的生活，你互我无欢喜，哦，就无要跟你做伙。一切都以他的感想为上最重要的，这就是以欲望满足的格局。伊就徛伫欲望的角度尔，徛伫自我的角度啦。自我是我感觉安怎就安怎，伊的感觉甚至无任何一个标准。哦，其实这种人是真济咯。有的人做歹斗阵就是安尼啊，伊格局就是安尼啊，你互我无欢喜，你无尊重我安尼。哦，怎么拢是我感觉安怎？我感觉你袂把我尊重，我感觉你搁把我侵犯掉啊！哦，咱无所适从呢。权力愈悬的人，下人愈歹做代志，格局就站在这一点而已啦。哦，他愿意家己的敏锐点放伫我家己的想法，你们要满足我，满足我的一切想法，格局就是这么的小。但是伫社会上可能地位真悬啊。但是在心性上的格局如此而已啊。是否输赢？有的人就是伊要赢，社会上的事业要赢，甲人相济嘛要赢，聪明袂当输啦。伊的格局就是站在输赢。这种人足厉害的。除了无法度教化了，佛陀讲这种人是八难啊，很大的灾难啊，跟那个水灾、火灾、战争同款啊。人呐，爱证输赢吼，超级灾难，因为他无法被度化，伊就徛，伊安怎证拢证袂赢啦，伊拢袂输的啦吼，上济袂输的啦，就是这款拢徛伫输赢角度，啊偏偏这种人有权势又很聪明。但是呢，格局就是这样，站在输赢而已。他赢了，对世界有帮助吗？真正是安尼啊，修正正赢啊，敢真正有利益众生？拢为着家己欢喜，家己输赢欢喜的欲望利益啊。为人好，继续了伊的格局，无罪就好，是否有罪？这是站在法律的格局嘛。咱人性的立顿就是看咱徛伫什么款的格局。咱通愿意跳脱每一个站处的格局，其实咱的眼界、咱的心境是宽广很多的啦。有人讲我无犯罪就好，无犯罪，站在法律的格局嘛。啊，你若站在法律格局，你就去算计啊，我安尼做无犯法就好。哦，也在算计之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有亲像吼。简单看一个影片啊吼，等。这个影片被我大家看一个眼神就可以了。哎呦！应该知影你创啥啊？我被呛了。哦。看那个，咱看伊的眼神，有足惊的无？动物没有感觉吗？会惊嘛？你看伊的眼神，惊甲安尼啊！咱来看这个眼神就好了。哦，这毋是要甲伊说啥好才好呢？这是要互伊好上路啊！哦，我看这个眼神就毋共个啊！啊，因讲有罪，法律观点没有罪啊。他都讲着嘛，咱的心该安。伊拢有这眼神会通看啊。
在人的理论，你站在法律的观点，有没有罪？那我们造下多少无量无边的罪，咱哪会知？就是安尼，咱用咱的良心去检验，是用法律的格局，足低啦。咱莫想讲咱一世人无犯法哦，活了不起，暂处足低啦。是否有过？或者卖过失好，咱卖做，还卖过失。哦，这是站在这个道德，是在咧经迄个道德啦，吼，是在人世间的迄种道德啦。哦，就是讲，哦。人甲人的相处，可能较无话讲的道德啦，这不是正常道德经的道德啦吼。是否有过卖过失？哦，我无犯罪，我对你卖过失，我抚养无愧。哦，今日看这个赞词有点去作怪啦。抚养无愧，你对众生无愧。咱即摆来愿意哦，前靠受刑，其实咱对遐众生都无愧。咱嘛甲伊结善的，无讲实在，咱逐工吃众生肉，咱要讲咱对得起他，其实讲出来其实。都无法说服自己，事事变通，会当变赢啊！但是咱真的无法说服咱的内心啊！你安尼家己抬，你安尼家己杀，你安尼家己食，你要讲你没有愧对他，啊，老变的就老变，但是咱放咱内心去想，咱安尼变讲真正对得起家己的良心，这个都就事论事啊！啊，老变的就可以他妈讲在植物买停啊！这个叫做转移焦点啦。咱刚才听到植物被呐喊，咱敢有听过植物的鬼、植物鬼？是咱动物的超度，人嘛知影讲因有魂嘛。哦，咱敢去超度植物，因为这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啊，植物是种在大地上的。动物刚是差不头的，本身就是不一样的物件，咱唔通转移焦点。咱看那个不安就是不安，伊的眼神叫人不安就是不安，卖去转移焦点，讲谁都一样的，都是无量无边的龌龊。层次不同就是不同，这不是说要说像聪明无聪明，哇，咱的内心不安，站出嘛，人有力度的站出，爱退出来。哦，恻隐之是否恻隐？还是讲咱心会疼咧？你看伊徛伫即个角度，你都无可能有头前遐个慧心嘛。你袂有罪，你袂有个性，甚至你会去自卑，你不愿意见众生受苦。咱看你徛伫恻隐之心的角度，恻隐就是侧旁边嘛，旁边隐隐作痛。倒位疼，其实毋是咱的器官咧疼。哦，恻隐就是会疼嘛，毋是咱倒一个器官咧疼呢，是咱无形无相的良心，咱的自性咧疼呢。所以咱的良心毋是袂疼呢，找出来袂良心，就是伊会疼呢。有人是足神奇的呢，慈悲的境界，咱抚养无愧，甲与人欢喜。最后是你看你徛在是否无明。我袂互家己有任何一点的愚痴，是无管你徛伫这个角度，这就真道的大通啊！所以人有立顿，看你徛角度，成就你的格局。你一定要直接选择最高位。我家己没有无明，佛的是没有任何一丝的无明。哦，菩萨可能还有一两点无明，没关系，因为真正最高位，让家己良心这么的不安，哦。所以咱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在啊！咱看你徛伫这境界啊，你连上帝至尊三界十方万灵真在啊，这是无明啊！咱修行一直要修这个境界利益啊！人的选择了，没有人强迫咱爱做。看你徛伫这个角度、这角度、这格局，先定得出来啊！所以力的极致。立顿，咱把咱的心中这立的点立出来，你被困于欲望的空虚，沉处于清净的富足啦。咱局讲，有咱就空虚的啊，当下的刺激满足，当做
但是你无法度永久的付出了。有的人伫社会非常有成就，但是时阵伊嘛是感觉袂快乐。咱毋是要讲别人安怎，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拄着啦。我今日完成一件代志，但是我赶快事后感觉好像又没什么。不管做啥代志，最后是讲，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就是他的内心没有强大，没有富足，没有这个被无名所干扰，所以地位是超越凡俗。伊要改一下，是超越利钝的。咱的利钝的战术，利钝是咱的累世的因果，咱超越，做出咱上好的选择，就可以进入神圣了。拢是咱家己对咱决定的代志，所以神圣这条路没有门槛。每个人都可以走向这条路了。因为时间剩10多分啦吼，或许可能中间一寡心得体会，或许要直接进入后边的结论啦吼。其实后学心得都讲这里啦，这是要跟人讲呢，咱用心在每一句话都可以有很多心得啦。咱学经典拢是安尼啦，咱不断家己脑力激荡，其实都可以收获很多了。好了啊，这样来，后要剩2张啦吼。咱来做个讨论吼，龟兔赛跑谁会赢？好啦，咱来看影片啦吼。大家很辛苦，咱换个声音啊。来讲哦。他没有水费，他也努力。那我想问各位，这场比赛谁会赢？兔子为什么觉得？他先天条件不好。有一个关键字，先天条件，这是事实哦。兔子觉得他就是先天比乌龟还要会跑，所以乌龟就算你吃得好，就算你再怎么努力，你绝对赢。但是哦，这次呢，乌龟努力好，兔子努力好，可是呢，这场比赛是赢的，原因是什么？在水跟狗。对，完全真的，因为这场比赛在水里面跑，为什么在水里面乌龟赢？因为兔子，那个关键字就是它天生会游泳，乌龟天生会游泳。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天生会游泳，坦白说是这样。天生很关键的吼，这不是要讲什么代志，咱人的天生呢？刚刚讲到把握天性就有，咱人有什么天性？咱敢有去想？咱来把握人的天性，咱都 get 到啦。科学一定怎么做研究？以前咱刚刚吼，让人当作科学很进步啊，咱每一个都要把家己当作科学家。人的本性是如何，值得咱一世人去研究。不是，听到一两本册讲安怎就安怎。人的本性其实还没开发完毕。人有啥物德性？人有啥物属性？要一起开发。所以呢，人的天性是上应该研究的真理。咱要恢复本性之自然，但是咱刚才咱的天性是啥物？咱有认真去觉察咱的天性，咱觉察出来，咱才会认真往前不断在跨进嘛。不然咱啥物拢唔知，人应该是安怎？阮的祖先讲人就应该有真侪嘛，祖先讲安怎就安怎，那是唔对的呢。终身一代传一代，传来无一定是正确的嘛。所以咱了解人的本性是安怎？这是我简单的心得啦，当然还不止啦，因为就亲像科学家嘛、物理嘛，刚研究了啊，拢安袂嘛，但款人性嘛，才来研究了哟。人的天性聪慧，不是讲咱
那就漂亮啊！人是唯一可以将知识传承下去的。几千年来的知识，人可以直接吸收传承。我发现有出现过了。早期古早几千几万年前进步很慢，因为知识很少。想最后进步愈紧，我直接吸收。恐龙统治地球几亿年，想那么多进步，因为知识没办法传承下去啊。你永远都从头开始，人的书写传递知识就不得了呢。所以咱即马这条有做到到，所以咱真努力去教育，努力去学习啊。所以咱就是掌握天性的，掌握天性就赢嘛。咱掌握人可以学习的天性，所以我们发挥得很好。在这方面咱赢啊，但是感觉的理处还要文明呢。人的天性是文明的，咱讲文明的社会彬彬有礼。全部都是正向，人就看了就欢喜就公平的。周公治理，作曰文王，统治国家都是让这个国家都很文明。这动物的世界无文明嘛？这是人思想的所在啊。当然文明有可能后一代人会要死啊，继续要无暗落去啊。但是咱拢看出来啊，黑暗的文明的，就是文明较殊胜啊。这是人的天性啊，是可以文明的同理心啊。动物没有同理心的，这人的天性呢。有当时好像看影片，最近咧怎么爬101大楼的嘛？下骹人看见呢，脚一腾空，叫出来，像咱会对你惊啊。咱感同身受呢，唔是咱咧白咱嘛感同身受呢。这是人很特殊的所在啊！我看有个人跳落去，我空扭起来，为什么拢扭起来？多奇怪吼！咱拢会安尼，哪有这个咱的心境会感同身受呢？唯有人会这样子感同身受呢。咱看伊疼，咱会唔甘；咱看囡仔疼，咱唔甘。但是动物呢，上介意食囡仔，伊看伊感觉起。叫想把抱落去，所以咱有同理心，咱不想伤害小孩子呢。东疏，这是佛教名词啊，不是讲咱即马做东疏啦。东疏是该扶持开来，你有愿意牺牲家己来扶持别人，唯有人做到救人的愿意牺牲呢。或是看真侪种动物在逃亡的影片，伊拢顾家己走尔呢。灵性较悬的才会去帮助同伴，9成9以上拢是顾家己逃命的。咱人可以做到甚至牺牲家己东疏，只为了成就别人。所以这是咱人的天性，咱要往这方面去发挥啊。人应该是可以很慈悲的嘛，咱人看两个影片啊，拼命为了拯救他的生命嘛，囡仔嘛就唔甘，也宠物也那无去嘛。人不难得有这个慈悲心吗？每个人都有，大家都会希望来救回来。
所以等那搞或这心个感了起来，我们怎么还舍得吃众生肉呢？我们怎么还舍得去杀它呢？人会对小孩子都叫我，但是刚才呀，全部的动物所饲的，要甲刣年纪，他们都是小孩子。要第一期几个月就要刣的，小孩对咱来讲是小孩子。全部动物链来刣都是小孩子呢。啊，咱有这个同理心吗？人的同理心是可以很多主比就快，但是为何要让欲望去做主？哦，所以说，咱人的天性去研究嘛，可以站得很高，可以都超然，可以问心无愧。何况最后这样哈，那可以感同身受。小鱼被剪开枷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地上打滚。在巴基斯坦的闹市中，它常年被主人用来拉车，即便拉车结束，也要被铁链拴在车上。救助人发现它时，它的耳朵虚弱耷拉着，身形憔悴不堪，眼神里写满了悲伤和委屈。它的脖子被锁住，身体则被一张脏布盖着，布的前后左右都用绳子绑了起来，上面沾满了排泄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救助人向主人反映小鱼状态很不好，但主人执意说小鱼很快乐。经过几番交涉，救助人终于说服主人将小鱼释放。解开铁链和绳子之后，小鱼安静地跟随着救助人上了车，乖得让人心疼。来到救助站，人们第一时间帮他卸下所有枷锁，他几乎没有犹豫，就侧身倒下，静静地滚来滚去，要把过去的污秽全部一吐洗净。这或许是他第一次能够摆脱那边的脏污，第一次能自由地匆匆后悔。随后，救助人员帮他冲洗伤口，温柔抚摸他的小脑袋，而他的眼神彻底变了，带着一丝恍惚，仿佛不敢相信人类的手可以如此温柔。哦，就唔甘的啦吼，一世人驴子是安尼，一世人洗，拖着重物转圈，这扛着转圈圈，所以你看他第一时间，哦，他的背多想躺下来呀，这么卑微的愿望理处呢，啊，伊的痛苦是人类的欲望所造成。啊，即摆看到伊安尼解脱舒服，咱心内快乐，咱会欢喜。所以这是咱大家天性啊，我们就该发挥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性这么的光明，所以人性上该研究的真理啦。咱人性如何变到光明是，这赞出绝对是更较殊胜的赞出来，但是咱一辈子的研究无。哦，所以智慧是万灵吉秀、得天独厚的本色啦。咱万灵真在，咱是万物之灵，咱有这个得天独厚本色，咱发挥出来。哦，最后是文谦讲遮啦吼，这嘛是师尊师父所讲的吼。伫自性中，咱含用至尊智慧的妙诀；伫生命，咱演化无边无量的灵觉；伫品德内，咱永化大智大美的自觉；伫道场内，咱立下清雅清高的性格。师尊师父甲咱勉励啦，我们有妙诀，妙诀就是我们所独有的，我们有演化灵觉，这么多人的德性所演化出来的。咱一样可以自觉，很自然自觉，我们有大慈大悲，咱要成圣成贤，清雅清高，就像救人在这里头，人有这么多殊胜的代志，哦，那是咱唯一要甲咱人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的这条路啦。人有利钝，但是选择将人性发挥到这个极致。就是契入这个正法，就是契入无上正等正觉吼。以上呢是了解心得，大家大家分享。以上不着技术，现在各位真的了解之前，以上感谢各位真的。大众齐齐。感谢讲师慈悲前道主公，坤道主公，大家以热烈掌声，我们正讲师慈悲。好，各位先请坐下。